来镜头锁等来台湾，今年年底要来大选，云林县地检署到启东乡来举办反贿选的宣导，呼吁乡亲共同来维护公平公正的选举。九合一选举伫今年在月底登场，为着宣导反贿选的重要性，云林县地检署检察长张春辉伫宣导活动的第一站来到启东乡。今天特别来参加这个赤龙乡这个有关的反贿选的这一个活动哈，那希望说大家能够有一个反贿选的一个概念。张春辉讲，地检署除了结合检察行为，积极搜查贿选的行为，嘛鼓励民众来检举，提升选举的公平性。他们借由这一次的演讲让我们各位所有同仁对法令有所更一步的了解。地检署嘛陆续举办宣导活动，希望来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选举平台。我是李文，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52动起来，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